各位聽眾，大家好，今日為大家講一則宏福苑大火聽證會，居民證供重組火災時序與生死一刻。2025年11月26日下午，香港大埔宏福苑發生5級大火，造成168人死亡。聽證會至今已傳召24名居民和遺屬作證，他們的供詞還原了大火當日的驚險經過，以及居民在大火前後的遭遇。那天原本是個平凡的星期三，天氣乾燥，吹微風。宏福苑白撞淺啡色樓宇，多年來是居民的安居之所，不少家庭兩代同住，彼此照應。下午2時51分，火警突發，火災從宏昌閣1樓江井平台開始。住在宏昌閣204室的謝玉華正在家中休息，突然聽到廚房砰一聲，滿屋濃煙。他起初以為是維修工程的粉塵，關上廚房門並拍下照片，打算向承建商投訴，但煙霧不斷上升，他開始咳嗽，於是打開大門通風。不久，走廊傳來管理員急速敲門聲：火燭呀，快啲走！謝玉華仍半信半疑，因為警鐘沒有響。他把2隻貓放進籠內，沿走廊離開。他知道隔鄰有媽媽和2個孩子，還有婆婆和外傭在家，但他捧着貓籠，無法逐戶拍門。他心想，應該唔係咁大件事，落去睇下，再上嚟叫佢哋。到達大堂後，他才發現火勢猛烈，只能無奈在公園內站。同一時間，多戶居民經過，住在對面207室的周志偉夫婦發現窗邊發泡膠起火，用花灑灌救不果，他們連手機、錢包都沒拿，只用毛巾掩鼻逃生。梯間濃煙密布，他們只好留在走廊，不斷拍門呼救，最後進入203室。李姓鄰居家中暫避，3人不斷向樓下消防員拍玻璃示意，最終被雲梯救出。首位報案的居民是住在宏昌閣1005室的黃家遠，他在下午2時52分聞到煙味，立即致電9899，但電話線路繁忙，他撥了2、3次才接通。接線員着他行樓梯逃生，他起初不以為意，用正常速度落樓，直到看見某層窗戶變成紅色，才緊張起來。他大叫火燭，提醒大堂等升降機的人，之後便跑到母親位於廣福邨的家暫避。中高層逃生困難，火勢迅速向上蔓延，低層居民尚能行樓梯離開，但中高層後樓梯很快被濃煙堵塞。住在2405室的高爾雷聞到異味，打開門發現走廊滿是濃煙，他直接乘升降機落樓，並通知住在宏志閣的父母離開。住在808室的羅曉琪母親在3時02分向女兒發信息說家裏火警。羅曉琪致電母親，着他用濕毛巾堵門縫。母親驚慌地說：攝到上面，攝唔到下面，跌死啦死啦下，今次死啦，周圍都見到有火光同埋有煙。母親最後叮囑女兒：你同哥哥好好生活，這是他最後的說話。住在2603室的李國雄母親與2名外傭，在火警發生後不久，單位便被濃煙包圍。李國雄透過閉路電視看到黑煙在2分鐘內湧入單位，最後在2608室發現包括他母親在內的5具遺體，相信他們曾到鄰居單位求助，最終一同罹難。住在2701室的蘇氏夫婦在2時59分報警，聲線已大惶恐，接線警員不徐不疾，最後轉駁消防。消防員安慰他們唔使擔心，依家派人嚟幫你。3時07分，蘇太致電住在宏志閣的兒子蘇曉峰，說同爹哋而家落樓。不久，他說了一句：唉，今次死啦！電話一直未掛斷，但蘇曉峰再也聽不到父母的聲音。居民守望互助，危急關頭仍有不少居民互相幫助，
宏昌閣605室的陳全在梯間遇到一位街坊，對方走得辛苦，陳全折返扶他離開。宏泰閣1006室的張次蓮夫婦離開前想起隔壁73歲行動不便的鄰居，特意拍門帶他一起走。三人被濃煙逼返單位，張次蓮不斷為鄰居的毛巾濕水。晚上8時，消防員撞門救人時，張次蓮已全身乏力，他堅持先讓妻子和鄰居被救走，自己最後才離開。消防員背他落樓時，兩人多次跌倒，最終他被送入深切治療部。宏泰閣1406室的冼善卿懂得自救，他開抽油煙機和抽氣扇，把煙吹出窗外，又用水淋熄棚網。等到晚上，消防員進入單位時，發現他屋內竟然冇煙，讚他4隻手指公，唯屬痛失親人。宏泰閣1907室的李俊豪下午趕回家，想救出母親包兄、15個月大的侄女和家傭，但已被圍封。他不斷致電母親，母親反過來安慰他。晚上9時，他與家人視像通話，眼見包兄倒下，4人最終全部罹難。火災蔓延，火勢其後蔓延至宏泰閣、宏建閣等多棟大廈。大火前隱患，多名居民在聽證會上指出，大維修期間已有明顯隱患，窗外積聚雜物，工人吸煙，發泡膠封窗，棚網質量參差，樓梯窗戶被改成牲口等。他們曾多次投訴，但未獲改善。部分居民提到業主大會和授權票問題，質疑承建商宏業中標過程不透明，並點名大埔區議員黃碧嬌及其團隊曾介入影響居民投票和授權票事宜。43小時大火，168人離世。這場歷時43小時的5級大火，最終奪去168條人命。聽證會上，居民和遺屬或痛哭自責未能救出鄰居，或憤怒批評管理公司及政府部門失職。他們共同的心願是希望餘生能找出真相，還死者一個公道。